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，释法折言12。对人才之取舍何别？天下之或优劣和之因所会果也，为一体之和，不可分割之。由是见劣而不取祸，优之何祸？故收祸而取优，舍劣是谓理也。我们怎样去发现、分别和取舍人才呢？天下的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不足的一面，并由此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和整体，优劣好坏都汇聚于此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有其缺点和优点，人人都各具所长，各具所短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见到一点错误和缺点，就不去用这个人，那么他的优点我们也就得不到开发了。所以扬长避短，纠正或者尽力的去掉他的缺点，而运用他的优点，发挥他的长处，这就是社会和我们所要用人的真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